是爱为老二讲。到家位，一定会管教，不爱弟，唔好，唔记得。
你按只正，你个主人头奶啊？你个主人啊，强好教的，那么听爱来去好食好水带你了。喂，做唔得？有嘛个做唔得啊？佢係我嘅牛誒，啊？用咩講起你個牛誒？佢敢會疼你個花啊？我嘅牛誒，當然睇我嘅花，你看。阿弟姑，有冇講人欺負你呢？我係牛姑，唔係阿弟姑啦。哦，我嘅牛誒，也下唔係讓你起啲強片，我懶唔聽通，你又唔讓我聽數，我佢叫掉呀！我老你聽數。哎呦，佢好貴啊！你過來，過來哦，來哦，一、二、三，佢睇你哋，來，來啊！一、二、三，哎呦！哎，牛姑哎，你帶頭奶啊？你來看，秋地雞片。佢係運現存嘛？我呢幾篇舊書，你來上課。也係眼筆師傅誒。你來上課，還要懂得好識好教基哦。好識好教嘅，今日就做對把師傅咧。你看，也係 Q 誒，也係自求誒，我也會還有怪的、粗猛的、屌的、叫的。你想我怎麼解？我做得到你。好，跟我去。牛姑啊，你頭奶呢？我一窮堂到，我沒地去啊！啊，翻嚟，我還沒拿東西，回送咩？牛姑啊！牛姑啊！記得來上課啊！
老强年呐，何以托马？为何他你此山中？天神后生，太空国运苍龙，明是阴恶为国出哪里真功用？你係日本人，我動作就興一本圖書嚟，我係你會講下，我咪會講日本話。你會講日本話，你有聲音嘅冇？做地帶來上課，根本你讀到我，係人嘅福氣。對這片行愛生意，唔好行長遠。這片也要注意，看到泰山狗就係分雞，唔好過行咧。看你啲山路跌來跌去，莫怪生意呢會調動你。給你啲用現存用嘅希望，行會對山當去，讀到岔路嘅，順定右片行就會到。有幾個，我總算前到時辰咧，我注定要有萬個，人嘅聲音咧，做得圖書咧。
到你嘞？你唔系告诉先生，你系日本警察咯？俺黑先生呀，你我警察？你系马啥？请问各种的呢？俺二了也会教书。教书？让我来啲两位，两位痛苦，马家都叫出来咧。家中子家带来，福子托来福在台，此事不好长时间，国家有难不辞退，送他万山何用的高明生才是那的，读书下士肯学习，以是张有啊，出头去呀！吐书，蛇都申报，喊他们给数啊！你下嘅时候还有马家好上嘅啊！